我係夏春秋啊，記唔記得我啊？我叫東叔咧，主持六合彩嗱，我第一個女拍檔就係佢啦，劉素芳。大家好，喂，其實咧，我能夠咧重現一個六合彩咧，都係偷啊東叔你個波。乜説話乜説話，客氣客氣客氣。仲有啊，我好掛住你嘅。掛住我又掛住六合彩啊！兩樣都有啦。其實咧，一般成年人咧都買過六合彩㗎啦。係啊。咁而且咧，用呢個獎券基金咧，好多慈善機關都受惠㗎噃。冇錯。不如咁啦，東叔，我哋拍硬檔1連5集，講一講六合彩嘅故事啦、趣事啦，同埋嘅典故，好唔好啊？哇，好到極！呢個提議非常之好，一於講話。經過時間嘅洗禮，好多新一代嘅觀眾已經唔記得咗六合彩嘅起源啦。其實六合彩係獎券嘅一種，相傳獎券係由古羅馬人發明，一開始係皇室貴顯嘅娛樂，傳到民間就成為普遍嘅娛樂啦。自此之後，唔同地方嘅人開始認識獎券。嗱，就好似我哋中國咁啦，相傳早喺元代，寺院會出售抽獎券嚟籌集經費。到咗清代，獎券係更加無孔不入，連科舉考試估邊位考生中舉都可以做主題㗎嘛。嗱，之前講嘅獎券活動咧，多數都係民間玩意，甚至咧出現錯漏百出、有舞弊情況出現喎。經過時代嘅進步之後咧，各地嘅政府咧就將呢啲獎券嘅活動咧規管起嚟啦。喺香港60、70年代，社會基礎唔係好似而家咁進步，警察法規都唔係好完善。當時民間會流行唔同形式嘅賭博活動，所賺取嘅金錢就成為犯罪分子嘅龐大資源啦。所以當時港英政府為咗加強打擊民間非法賭博以及不法集團，喺70年代就開售獎券。當初負責開獎券嘅係香港獎券管理局，而家就改為由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接受18歲以上嘅市民購買攪珠嘅獎券。由嗰時開始，六合彩就喺香港興旺起嚟啦。嗱，除咗香港，世界各地而家超過100個國家發行各式各樣嘅獎券嘅。哇！呢啲獎券啊，帶俾人咁多希望，仲可以惠澤社群。當然呢啲獎券梗係大行其道㗎啦。冇錯啦。全城感動，全民參與。